大家好啊！今晚由曾子倫同顛當，仲有阿贊同你睇天氣。強颱風尤特正係逐漸靠近本港，不過下晝嘅天氣未受影響，大致晴朗酷熱，陽光充沛。各區嘅氣溫普遍上升到35度或者以上，而晚間漸轉多雲。唔知聽日嘅天氣會係點呢？一齊睇下顛當嘅預測。唔該晒，顛當。預測聽日大致多雲，有狂風驟雨，氣溫介乎26到31度，相對濕度介乎喺75%至到95%。跟住睇下未來幾日嘅天氣。強颱風尤特正係橫過南海中部，大致移向廣東西部沿岸。尤特嘅移動路徑同埋登陸地點仍然存在變數，不過受到尤特影響，香港未來2-3日天氣會轉壞，有狂風大驟雨。跟住睇下華南地區嘅天氣。澳門、廣州有雨，深圳、東莞有雷雨，4個城市嘅氣溫介乎25到34度。另外4個華南城市嘅天氣：珠海多雲，中山、韶關有驟雨，佛山有雷雨，氣溫介乎26到36度。最後睇埋4個主要城市：北京有雷雨，上海天晴，天津、成都多雲，上海嘅最高氣溫有成36度。今晚顛當天氣預報就講到呢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